但那是风台扫过已经第10日了，到早起11点哦，台南阁有1165户阁无电，台电是阁抢修。伫北门的井仔卡严残哦，最近教堂等建筑嘛拢受到损害，有一寡所在就要2礼拜后才发会当继续营业。井仔卡的严残哦上严重，办公2个月内会当恢复营运。 今日起有207年历史，台湾现存上早的台南井仔卡盐田内面，大部分拢是路公卖。附近的两栋建筑嘛因为风台扫过去，损失真惨重。风灾过后已经来到第10天，工作人员一步一步在做整理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旁边的木板，我们的隔水板先固定好。固定好了之后呢，到时候因为前天电已经来了。 然后电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抽水马达抽进来。之后呢，我们再用那个海水去洗盐田，洗完盐田之后呢，才能重新复晒。台南这摆互风台靠过去真严重的地区，还有北门区。风灾过后，附近的店家嘛渐渐恢复营业，但受到迄当阵的风灾嘛，阁是心惊惊。啊，伊嘛共款哦，去互这迄个风头，吹起来啊，吹起来。这是讲拄啊好，咱这算啊，佫小可啊，无遐严重呢。这画一寡面色，一寡看起来哦，规拢会黑了。有名景点北门水晶教堂头前的广场，四界拢是倒去的树啊，含有起来的封锁线，甚至连续台南市历史建筑的洗拓盐工厂建筑群嘛受到严重损坏。因为都是属于台南市的历史建筑，它具有文字的身份哈，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一个盘点，跟台南市文资处这边已经做好的一个会勘的工作了，原则上已经同意我们针对有安全面的可以即刻来做修复。伫这摆风灾过后，台南市拢总有50个受损的文化资产。台南市文化局暂时完成会勘，目前已经陆续在进行现场的查勘和修复经费的评估。另外到15日起11点为止，台南阁有1165户嘛，阁是失电，还未复电。即马台电嘛持续在抢修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